一栋栋嘅老屋本人拆下，嗰度装潢嘅细节也唔惊吓的。像我上下睇屋当屯表行看正嘅化妆呢，台湾嘅化妆文化係對日本書嘅開始嘅1915年到1935年之間進行，大體係由後人家嘅建築那麼有喎。化妝嘅花草像花、雕畫、水果、幾何圖形也都有代表屋主嘅身份地位，也算對後代子孫嘅祝福。體科經驗是投入嘅自家兵，20多年前認真愛9歲末嘅，裡面也變做也假嘅，以為一個機會開始接觸化妝呢。到今年已熟悉嘅4000人塊嘅各種嘅化妝，4年前伊還屯嘉義市一棟老屋買下來。提首長改操作化妝博物館，更加伊唔單止萬乃去搶救我本人拆下嘅化妝老屋，還有再個屯台灣化妝做出來。林通喜受西化的影響，所以這是類似凱旋門的設計。那它在它整個立面上呢，也鑲上了代表西式的花磚，跟喜十字結合在一起，還有紅磚結合在一起，兩邊的立面都有非常漂亮。來到新港一點半的林通喜嘅老屋，研究化妝嘅能力，自家邊以長久有講唔說的故。這是一個傳統的三合院，那可以看到。屋頂的立面，屋頂的最高地方呢，會鑲上很多的花磚。那林通喜呢，它是把花磚跟剪黏整個結合在一起，這搭配是非常別緻的。地科經驗上班嘅自家邊，社會有限，就會去台灣各地嘅化妝老屋看下。其東款嘅化妝，單都會上到建築嘅屋當方，化妝未推背為亞夫人家，舊時嘅背景同地位。花磚的話，一般都會鑲在最高的地方，因為花磚它是一個舶來品，當初是非常貴的。有人說它是一種炫耀的一個財富，的確它是一種財富的象徵，因為花磚非常貴，但是它也代表一種對後代的期許。化妝該按上熱係認真，當地化妝嘅風格化用都有夾貼配嘅意思。例如這片花磚是一種幸運的祝福，那這片花磚是一種財富的祝福，那有些花磚是水果豐盛的祝福，所以先能把這些祝福鑲在這個老宅上面。它雖然沒有很華麗，但是它的重點就是對後代的一個祝福跟期許的一個象徵的意味。台灣嘅化妝文化，對1915年到1935年也當中嘅定險，台灣係歐洲同日本人之初嘅。不過將短嚟20年，沙認真發生第100世紀大戰，日本人就冇再過做嘅。台灣嘅化妝文化未認真按呢天天嚟乜嘢，自家邊會按家己化妝係腳什麼嘢開始嘅。那時候在追女朋友的時候，因為理工科其實很難跟女孩子討論到話題。那時候我女朋友她就有談到這個，因為她家屋頂上有花磚，但是她也不知道是什麼。那我們就去找建築所的人問，然後去查文獻。那查文獻查完之後，才發現它對台灣來講是一種很特別的磚。對意外到也嘅什麼嘢意思？化妝係其中3日向下討論嘅話題。乃會想到，其中認真按呢，開始來研究老化妝，都幾有20多年呢。幾年前，佢有100幾筆，同家己也當老屋嘅買下來，佢就決定會成立一間化妝博物館，為韓卡當人來了解化妝嚟講。它對台灣的特別，是因為它用的這些瓷磚鑲在台灣最漂亮的老房子上面。那各位看一下，這些瓷磚都是怎麼出現在這棟房子的？那它都是從台灣最漂亮的老屋上拆下來的哦。整大面放下來，其實它的博物館度收藏嘅以下前的化妝呢，有花、有雕繪、有水果，沒有幾何圖形。一條化妝呢，唔單止係上頭屋當空。
年青人用嘅各种自家眼科动作没有以贴片，只不过台湾嘅化妆路服是见对见社会。日本统治台湾那时期是在大兴土木的，所以台湾很多老屋其实都有化妆。所以那时候台湾大概有1万多栋，那新加坡有6000栋，那台湾目前我们预估还有400多栋，因为已经快接近尾声，因为大部分呢都已经快消失掉了。唔希望台湾化妆文化就安尼mất hết，自家邊就同家朋友一道去到工地為本人唱題嘅路貨，然後一道化妝稍稍進來，不過也紅工廠色彩真驚喜。我们每片花砖可能都会补偿屋主的价格，然后去做收购或者是，但是因为对地价来讲，地价是1000万等级的，所以对屋主来讲，他希望可以赶快把这间房子拆掉，然后卖给建商。那所以我们在整个保存的过程，最困难就是取得同意权。那屋主一旦同意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评估整个状况。那一般的状况的话，我们会出大型的机具，例如像吊车啊，或者是怪手，或者是大型的水稻的取景。收咗嚟過後，行開圖也條化妝寫창來，整好過後將同佢好好保留下來。自家邊很想，喺講過風氣化妝文化，就會先做出化妝呢。可數佢去到英國請老師傅，向下面做也按難一條嘅事情。花砖最麻烦就是它的线条非常细，它上面的线条啊非常细，非常细致，所以在开模的时候要保持这个线条的稳定性啊，然后不会剥落、不会脱离啊。它的整个素烧的状况也非常的困难，因为它的尖角就是非常多，所以也是测试了非常多次，烧了上千遍的失败才完成那种追求那种制成参数，一直改善，一直修正模具才成功的。唔會開好燒出嚟嘅，韓國送優勢東西，當地化妝都會人工包出嚟嘅。自家邊要以前製作過咁至少嘅比賽時，向下嚟研究，向下嚟畫。釉在找寻是最困难，必须找到一个流动性的釉，上出来非常均匀，然后没有笔触，因为釉在烧的时候啊，因为它是粉，它烧的时候是粉，所以这2片比较一下，就是烧之前啊跟烧之后，它的颜色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会经过很多的时间去测试这样的釉色。当然不容易画，因为其实素烧出来，你高温素烧出来它很干，所以你任何的釉料一上去，它很快速就吸掉了。没有水分的状态下，其实你要让它均匀不太容易，那就是经验嘛。对，就是靠以前的经验，然後也靠你有在画画那个经验，慢慢去调整到尝试出来这样子。自家邊希望有一日會創造出算係有印象時代嘅台灣文化嘅繁榮嘅化妝呢，這個創造出新時代嘅化妝文化。佢咪希望現時行出嘅化妝路服嘅唔好再過去同佢破壞同衝突，化妝會同路服嘅結合向下，按呢繼續保留有百年按照為嘅老化妝，將會有也靈魂。未將會有答對。